花菜黄甜，白菜青青，阿爸心内真欢喜。阿爸牵水路，行过这黄边，甘蔗甜甜，阿滴嘴嘛擦擦甜。不会紧张，因为他会听到前面那个人唱，这样就不会紧张了，对不对？可是我听不懂台语，你不会听不懂台语的会念台语？我是大陆人，我也大陆人。说台语。我是大陆人。你讲嘛是出联合，咱咧讲台湾诶，这个岛，这个岛，吼，这个岛数啊，但是有个人吼，伊会做写某一个点，吼，啊，咱做有其实就歹紧，啊，你爱家己以为转来，吼，像鹿港迄个海埔迄件嘛是安尼想，伊鹿港的文化嘛是上台湾啦，但是吼，较可惜就是讲伊无甲去做伙，吼。啊，上重要咱就是爱内容啦，因为咱内容内底有啥讲内容占40%咧啊，哦，咱内容的参考就是讲爱互人讲一个吼，应该知影讲哦，你的主题就是爱明显，哦，安尼，这个就是题目的问题啦吼，所以吼题目看嘛有真好处，啊，无找我一个，你也找到毋知啥要找哦，即摆人家来出题吼，我的外国朋友，我2号开始。来，各位小朋友，大家点点。点哦。你无讲小老师好。小顺给老师。好，做案了。现在主教演老师。好，咱来比赛哦，一定要安静、点点。比赛了后，会先进行分数的统计。等评分表送出了后，才开始我的问题。第7点，检评结束了后，请大家爱回去大礼堂看节目的表演。主办单位会用这段时间来计算分数。表演结束了后呢，就一定互买牌啊，甲号条。等颁奖结束了后，才会要是在台湾中部的发展，就真欢迎发展啦。算了，四宝岛各方面，鹿港甲王建港口结束了，新兴的一个我来到这，再来坐坐拥有丰富的富有新闻，和我的农产品上有名。欢喜背后的感觉零零机，阮是好天大的系统里，阁有真侪好食的料理。卖当的我想要读册，买送人的礼物，也是好听的音乐。阿母甲我上爱去买新衫、看鞋啊，加轻型的背包。阿爸会去游乐区拍电动，实在新的电脑用品，也是较有时间。阮规家伙啊，阁会做伙去遐的电影城看电影。讲到百货公司内底好食物，演讲的题目来去说明啊，中华关的西人，人拢讲这是海口，这无台北一口一大人，无有三一个一，真好中，这无510个真火，毋过有上水上多的马祖婆，保庇阮出来过的大事，拢总平安。我看到奖，大尊的田里仔家属同意，伊是马祖婆的。这个马祖婆身躯边，保庇阮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大汉。他都有道理。我的演讲讲到这，请感谢。2分31秒。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第3号。今仔日我所要演讲的题目是弟弟的理论中遗书。会记你伫我入学的时阵，阿母牵我的手，细汉看到一间自行车上查会起的。其他代志，你是食阿嬷做的吗？你家己拢煮无共款菜，互咱感谢阿嬷煮饭互我食。我的演讲在这看老师，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
做两边，这也是咱的空腹功，点点来呀，我们去打，不怕打菜，只要命看西，老的红眼山，就当我是贵了三十个马祖庙，会着名，是话就着是着，有阵啊通个古早厝，嘛有较早做港口生意的店家。大家拢大概目睭睭，这条巷仔就是专人咧当柳依依的高港风，鹿港人实在有够强的。行啊行，鹿港的点心好食搁煞脆，听人自己报告。若是要甲大肠搁小肠，就要现煮的。这点温情，一世人拢永远会记。食人有一口，害人有一斗。食果子就爱摆出头，50年的便当，互人食免惊。半卖半相送，2年前阿嬷90岁。水果饼仔一道卖水果，往来是过甲澎湖。水果饼仔一道卖水果。甘啊流顶水蜜桃，逐项甜，逐项好，食好请恁豆相报。水果饼仔一道卖水果，往来是过甲澎湖。水果饼仔一道卖水果，甘啊流顶水蜜桃，逐项甜，逐项好，食好请恁豆相报。即摆要开始咯，因为咱幼儿园比赛开始之前，我来先来介绍咱的3位评判老师。第一位是咱的尤俊如校长，第二位是陈欣欣老师。第3位金汉松老师，真感谢吼，今仔日有这个好天气，配合咱即摆比赛，大家心情我应该是真欢喜。伫比赛进前，我要先有几项代志需要大家配合，请在座的贵宾，请恁细声点招手机啊，先关静音，伊要影响咱比赛的队员吼比赛。接下来就台收时间拢无扣分，但是若恁超过2分30秒，就扣1分，所以请把时间2分钟时间嘛结束表演，随下台。接下来，因为咱今仔日有4组的比赛，所以会使好好啊来观赏。比赛线等计分完成了后，阮会请评判老师陈欣欣老师会起来讲评。若准有比赛方面有啥物问题，会使请教阮这3位评审老师。比赛啊，请大家安静落来，后壁若还袂坐数字的人，赶紧找位落来哦。
比其他几场的水水较咱有较好。我希望咱会当继续来维持落来，好无？代表咱二林区的哦。啊来，第二组。下面各位评委、各位来宾，大家好。今仔日阮要朗诵的题目是《黄金的生活》。黄金的生活，黄金富名黄叶金，两地风头吹花边，海风夹雪吹绿洲，风花雪大浪沙轮，人生尾北后港，两条溪水流入海，溪水边的土沙地，山不尽做真功夫，番薯土豆沙落水，天空好食人人爱，大海边仔来讨海，讨海来讨草，海大山地来开垦，是鱼是鱼大是鸡，坐落来规海山脚，上起下掠拢伫遮，食草食饱在美景，海口人真本领，认真打拼为生活，身体艰苦为生活，海口真照在，是金鹅，青金鹅，一张菜，马人卖，一苗米，百两官，千金希望万希望，天公一定有你听，互阮同享快乐命。今仔日阮就朗诵到这，多谢大家。第二组第三美军风高表。大家好，今仔日我要演的是高粱，世界高粱在看拼，拼啊拼，看到一个饼，喂，跳一个饼，进来哦，进来看饼，嘿咻嘿咻嘿咻，世界高粱在看拼，拼啊拼，拢着拼，免拼免惊，毋免惊，讲着说话，阮是上好命。世界高粱在看拼，拼啊拼，拢着拼，免惊免惊，毋免惊，讲着说话，阮是上好命。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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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厝啊到厝啊，我来我来，就命我来，就困啊，这个山飞起来飞起来，鸡飞起来，多谢大家。第三组1分38秒。啊袂哦，即摆还袂开始哦，还佫有听到声音哦。各位评看老师，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阿贵，我的名字是金家辉。金港辉，花
长吼，是毋是囡仔若伫厝诶，尽量有当甲伊讲台语咧？吼，安尼咱诶台语才袂登去哦。来，即摆吼，咱咧贵宾吼啊，因为咱今日遮以国校盛大来举办这个台语的演讲比赛，咱的中华政府吼，咱的有馆长非常的关心，特别派咱的参与吼，今日是好日子啊，因为也个花莲地区吼，中华关公海舞蹈基金会主董事长，嘛是咱的前馆长吼，咱的关议员陈国辉陈议员，咱人国小的刘校长，各位关心咱台语推广台语的教育的咱真侪校长，甲咱协助来推广台语教育的。各位老师，今日上辛苦的3位编华老师，还有其他各组的老师们吼，还有咱今来参加比赛小朋友，甲咱关心咱小朋友的比赛，咱这家长吼，大家早安，大家好，多谢。我今日真欢喜吼。会使代表咱馆长为民国先生来参加咱2017年关怀台语的演讲比赛。真歹势，应该是咱周董事长吼先讲话啦。因为吼我带下来阁看到参尾吼，再阁有一个现场，所以我较暂缓，先来讲几句话，来甲各位小朋友来加油勉励一下。台语是咱的母语，尤其是伫咱的这个河洛的这个所在，咱河洛人吼，咱的母语。伫过去因为政策的关系，所以我想咱做爸爸妈妈的，甚至咱阿公的迄个时代，有迄个爱讲国语，若无讲国语，爱叫罚5箍吼，罚1箍，爱叫罚钱。但是这种情形造成咱台语吼。愈来愈少，咱关怀舞蹈基金会董事长吼，会使继续来甲传入去。咱台语拢有一个口音，这个口音，台语的口音就有啥共款，但是这拢无要紧，主要这个语言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互咱会使，伊若讲唔着音，嘛无要紧，咱来慢慢甲学这个语言。会使继续来甲传落去，就会咱遮也是咱的后世代传承去。所以真欢喜，咱祝今日做比赛小朋友会使摕到上好的成绩。嘛，咱在座的各位家长会使咱开始咧推广这个台语的这个课程吼，主要就是要互咱的囡仔。最后，预祝今日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各位小朋友、各位贵宾、各位家长，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好，大家。贵宾大家好哈，我感觉今仔日的4组的小朋友表现吼，拢非常的赞。要选出倒一个是第1名，实在是足困难的。阮3个评审，大家伫遐想足久的。毋过因为这是比赛，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第1名出来。但是伫咧阮的心目中，所有的小朋友会当徛起来台顶表演，都是拢真厉害的第1名。首先呢，咱来感谢这幼儿园的老师每一个老师拢足辛苦的，因为有的人呢设计这道具，有的人呢佫设计这表演的这个项目，甚至佫有准备这衫裤这实在是真厉害，佫有音乐佫来就是咱来感谢这个小朋友因的表演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活泼佫鼓嘴。希望呢在座的各位，甲这4组的小朋友拍一个鼓啊再来就是这个台语的生团其实上重要的是爱为咱家庭做起。
咱会当看出这4组的小朋友，相信因伫咧厝内，父母甲这个阿公阿嬷吼，一定用台语甲因沟通，绝对是无问题。所以讲，咱嘛甲这4组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拍一个鼓啊，感谢对台语的支持。来参加，我感觉吼，这个台语一定会伫咱这个所在更较好，更较好。吼，多谢大家。阿公阿嬷啊，咱的身份伫咱这个土地拍拼，咱即马就用上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中正国校的甘蔗歌。中正国小上台一鞠躬。今早甘蔗落开花，风台挂水行到大，小山夜里也着行，一支甘蔗把你赶。哎呦呦，有做无食心拖磨。山轮旁，阮开垦，今早甘蔗爱吞润，初一外工要过年，3年无赚上客开。哎呦呦，替人阿面做乌鬼，甘蔗凑好手气分，头前店长无怨问，咱的技术别人低。3个保证50斤，哎呦呦，第一公种甘蔗互人播，甘蔗咱种价咱开，公平交易才应该，反正厝人无地爱，将来农民当奴才，哎呦呦，啥人甘心做奴才？今早甘蔗爱登记，甘好在心无人知。咱的要生手牵手，斗阵做伙庆自由。哎呦呦，袂干无地无百秋，正路受困鬼门关，食开无地去生活，会写亲像食人鬼。替人落溪也同欢，哎呦呦，咱救农民救台湾，当当嘛想要翻身，无奈搁想做农民，看清事实爱真实，农民做钱才是真，哎呦呦，3万农民一条心。这农做法是咱的，同心合气救大家，兄弟姊妹行同齐，毋惊找人甲了解，厝内一定爱学齐，将来一定是咱的。中正国小下台一鞠躬。周清玉咱的主委哦，有特别写一个咱中华的这条歌啊，已经伫咱遮咱现场嘛有分一寡咱的歌词哦，互大家来看者哦。这边咱伫咧梨林区的这个比赛咧，总共是4个项目，所以等者可能咱有一寡演唱，也搁有一寡有奖征答。哦，针对这4个项目，啊，大家听下先看者，哦，啊，咱现场吼，咱的陆世界廖老板哦，嘛特别提供了一系的相关产品，啊，这只鹿仔呢，你遐撒上去做彩绘，哦，啊，所以带着一寡有奖征答的迄个题目呢，会针对这一个来做。安尼好听，对无？好，感谢你。咱梨林不只是这个农啊。这位请好不好？大家等下来哦。
齐声的校长，郑丽雅郑校长，齐声国小校长，白马通，哦，北美宫，嘿，北美宫，来，有名刘氏，搁一个，有名刘氏啊，宏远考佚佗的所在有单位？爱跑基地凤尾啊，红烟哦，好像咱有内底咱的幼稚园哦，有名的竞赛。先看一下，再看这样哦。对啦。哦，三好赢啊，先哦。来，咱讲有一个，你看人就对这手边行落去，来这先翕相对吧？听来哦，哦，咱的评审啊，各个学校的校长。贵宾请上台哦。好，咱即马。第二位是咱的陈光辉陈议员。中西国小陈世玉陈校长。好寮公豪曾雅英曾校长。各位老师、校长、各位评审、各位贵宾、各位支持咱这个推动咱保存发展咱家己母语的活动的所有的证人，大家好。我当讲台语，讲台语，无唔对，讲台语有真欢喜无？看今仔日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家长，大家拢足认真、足拼势，因为这是咱家己的文化，咱家己的语言。因为过去可能长辈拢有经验，拢去发过，去互惯过，但是结果家己的语言就无去，足危险的。所以即马拜托咱大家伫家己的厝内、伫学校、伫咱的社会各个所在，会当尽量拢讲咱的家己的母语，当然毋是干那台语尔。你若是客家，你若是原住民，请你原来会当要紧家己的客语、甲原住民语，咱大家互相尊重，做伙鼓励。当然，北京话毋是袂使讲，但是家己的母语毋通袂记哩，安尼好无？好无？而且首先爱感谢咱的县政府，伊伫这几年开始有足认真注意，所以咱的经费，咱的县政府讲伊要负责一半，咱拍一个图啊好唔好？咱即马从今年开始，就是咱毋是咱的推动，毋是为着要比赛，是为着要推广，为着要推动，互咱的细囝。互咱的大家做伙有机会，互囡仔有训练，有舞台，会当培养咱的自信。所以这个其实比赛的名次当然是好嘞，但是毋是上要紧的，上要紧的，会当养成培养咱家己的自信，咱家己的价值。这个才是咱上要紧。而且我像可能有个囡仔讲，我唔敢上台，唔敢出来领奖，我想免烦恼。咱就是爱看到安尼，愈来鼓励，唔免受气，互伊有机会。伊若有机会，大家人拢会当徛甲足平，讲甲足自然、足自信、足快乐。这就是咱要培养的重点。所以而且我想用安尼。来甲大家多谢，要甲大家报告是过去，咱对办一场9到9年是办7区，已经1281个囡仔参加比赛，敢若咱家己
是全台湾咱中华关上认真咧推动的，所以咱中华关的保育的这个根基一定按上好，好唔好？一定按上好，好唔好？所以而家多谢大家，咱今年已经拢总是到目前，咱是会办11区哦，去年是7区，今年是11区，但是今年要搁增加2场，所以是13场。因为咱搁明道大学，因讲恁若办到幼稚园甲小学，今年吼，阮开始来办中学甲高中，好唔好？好唔好？所以恁兜的囡仔若有人读中学，请会记你去报，今年就开始比赛啊！吼，咱的囡仔若大汉到中学去，咱若延续入去，期待以后，甚至咱即摆咧努力，期待有咱的台语的这个电视台，你讲好唔好？好唔好？好！咱若有一个台语的分区，咱中华关是全台湾，敢若咱有尔尔。逐位有客家，有原住民分区，无台语文分区，即马只有咱中华关，咱伫台语文分区，咱即马就直直要结规划，要设立啊，咱期待伫明年初就正式会开始，这是全台湾，敢若咱有的尔尔，敢若咱有的尔尔，就是伫咱新罗营区伫20几年前，我做朋友的时阵收倒来。即马咱伫遐开始咧努力，希望会当变做全台湾的第一个台语文学区。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咱的政府即马已经有去注意到本土语言的价值，会专门去努力去推动。期待既然都是用咱足要紧的人，我伫遮上用安尼甲大家感谢，甲大家拜托，多谢大家。咱伫遮，我们是讲来请。咱教育处伫那里来是咱的调虎的老师汪老师，是不是请你看起来？他我有21年的小孩教育处，所以即马县政府的教育处，我若有认真的运用来吼，咱伫遮请咱大家做伙努力，借这个机会甲大家报告，目前咱有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送到立法院，期待这个会期，还是后一个会期通过了后，咱台语本土语言的努力，应该是咱政府最要紧的政策，请咱大家做伙努力，好唔好？好，咱若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甲咱的县政府以及所有提供，包括咱的议员、咱的台议员送咱。小朋友参加的这个餐盒，咱的红立法委员嘛有送咱的水，搁送5000块，我甲咱斗赞助，来拍一个好啊，好唔好？咱非常多谢，咱的评审老师，咱的校长，咱的副院校长，其实今仔日头我已经我有看到足侪的校长，可能另外有认定是离开，咱其他因会当做伙来甲咱颁奖，但是已经成为规矩，借这个机会甲大家报告，教育部目前非常推动咱的沉浸式的教学，对幼儿园还是对小学的部分，拢有专业10万、20万的专业的补助，所以请咱大家重视咱家己的母语，希望用安尼来做一个鼓舞。咱头我看到有真侪礼物。而且嘛是正人，咱的企业界，包括咱绿世界，绿世界收到，绿世界的这个董事长，伊提供礼物，通甲咱鼓励。我想一个小小的意思，就是对咱的细囝一个足大的鼓舞。所以请大家做伙参加，原来互正人知影讲，咱有规个社会拢真要紧，因为礼物甲咱的囡仔鼓励，互伊更较有信心来学习，咱较听就看到咱这种的小朋友，佫有手金，佫有礼物，有来自各界，我是较听甲意义佫甲大家报告，多谢大家，多谢。谢谢黄议员，还有咱的陈光辉议员，谢谢。
偏化委员，所有的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咱今日非常感谢咱周院长所领导的这个关怀基金会，伫咱一日国小来办这个台语的演讲比赛。我伫遮要拜托咱所有的家长甲所有的小朋友，除了咱平时伫厝内咱讲台语以外，伫学校你嘛会使甲你的老师、甲你的同学，大家用个台语来交流，因为这是咱的母语。伫遮，我要拜托所有咱参与的这个小朋友，你嘛会使唱台语的歌曲，以及平常时甲同学之间，大家伫开讲的时阵，嘛会使用到咱的台语，大家做一个互相的这个交流。相信咱的台语是非常非常的水。讲台语嘛是真正公用的代志，所以我伫遮除了感谢好咱周委员，甲所有为台语来拍拼的所有乡亲时代，甲所有小朋友，这个活动不定爱继续下去，互咱本土的文化有当久久长长，咱的子子孙孙所有的大家拢会当把这个非常好的传统来甲延留落去，而且再次的向大家鞠躬，表示讲说对恁的感谢以外，嘛要希望大家会当继续来支持咱这个活动，谢谢，多谢。房间准备一下。香田国小周爱琪，乐林国小张俊霞，小朋友请上，你到旁边这边。第来，就这个第5名，管教的新生哈。
恭喜国小张军。B 组恭喜 B 组，第3名，新街国校陈思雨，后寮国校谢依萍，中英国校许佑伟。 李国豪、杨九田，后寮国小李晨宇，恭喜哦，恭喜哦！
朋友，恁倒位来？鹿港。哦，啊，什么学？后寮。后寮吼，啊你叫啥名？我叫陈英珠。啊你咧？陈英珠。哦好，啊你今仔演讲的题目是啥？美丽的渔村王景，阿公的故事。哦，啊你讲美丽王景咯？嘿。哦，啊你今仔得第几名？第一名吼，啊你咧？第一名。第一名吼，安尼恁两个是姊妹啊咯？嘿。啊今仔得第一名欢喜无？有吼，啊比者赞者。赞。笑一个。妹妹，边仔迄两个是恁啥物人啊？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啦吼，啊今仔爸爸妈妈来陪你有无？啊你有欢喜无？有啦吼，啊比者赞者。